自從生啤同生菜做咗 ViuTV 吉祥物之後，成個台越嚟越有聲有色。不過都唔係人人 like 㗎，尤其係呢位希特，交劇爆神劇，舊橋循環再用，生啤肥到豬扮熊咁。佢越睇就越唔順眼，越睇就越嬲，但係越嬲就越想睇，真係睇到眼火爆啊！哇！搞咩啊？扮晒冇事發生。生啤喺電視台打滾咗咁耐，點會俾你呃到啊？咩話？原來個 hater 就係你，唔怪之得每次睇電視都咁嬲啦。之但係佢對 ViuTV 嘅了解根本已經超越咗生啤生菜。一個咁着緊 ViuTV 嘅人，又點可以放走佢啊？生啤決定要將佢公諸於世，等佢幫手時刻監察 ViuTV。嚟啦，名正言順咁發嬲生氣啦，因為佢個大名就係生氣。